不義的管家比喻，馬太福音13:31至52，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7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主裏平安，歡迎來到麥子真理頻道，一個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基督信仰分享平台，希望能幫你行窄路，進天國。歡迎大家點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門徒訓練單元一般係40分鐘，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，每月第1日或第16日左右發佈。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，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，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、神嘅心意，作討神喜悅嘅門徒。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7。今期的查經是馬太福音第6部分。6講論，天國的8個比喻13章，13章31至35節，芥菜種和麵酵的比喻，13章44至46節，藏在地裏的寶貝和重價珠子的比喻，13章47至52節，撒網的比喻和家主新舊東西的比喻。補充：路加福音16章1至16節。查經：馬太福音13章31至35節。芥菜種和麵酵的比喻。31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：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，有人拿去種在田裏。32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，等到長起來，卻比各樣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樹，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。33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：天國好像酵，有婦人拿來，藏在三斗裏，直等全團都發起來。34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對他們說什麼。35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，說：我要開口用比喻，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。詳細查經：馬太福音13章31至35節。芥菜種和麵酵的比喻。31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：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，有人拿去種在田裏。32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，等到長起來，卻比各樣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樹，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。這兩個比喻是講同一個信息。天國的發展是從一個微小的開始，但天國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，最終是一個龐大的國度。芥菜原文是芥末樹，芥末 mustard 磨成醬後，就是今天我們吃熱狗所用的黃色芥末醬 mustard。芥末樹可長至3公尺高，但它的種子是黃色，約芝麻般的一半大小，宿在它的枝上，指天國漸長，權柄管到地極。引述但以理書4章22節。22王啊，這漸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，你的威勢漸長及天，你的權柄管到地極。33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：天國好像麵酵，有婦人拿來，藏在三斗麵裏，直等全團都發起來。34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對他們說什麼。35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，說：我要開口用比喻，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。耶穌用麵酵來形容他在麵團內所發生的效果，比喻天國最終的擴張。
耶穌用比喻，重複了13章11節的說明，用比喻來向眾人傳講，目的是要將真理隱藏起來。天父只容讓他喜悅的人明白天國的奧秘，就是11章25節提及謙卑的屬靈嬰孩。我要開口用比喻，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。引述自詩篇78章2節，重複說明用比喻來向眾人傳講天國的信息，目的是要將創世以來的天國奧秘對聰明人隱藏起來，對嬰孩開放。11章25節發明出來，原文是發出光來散，指基督的真光，如同太陽光一樣，要驅散一切屬靈的黑暗隱藏，像稗子和麥子的比喻，將屬靈真實一面顯露出來。查經馬太福音13章44至46節，藏在地裏的寶貝和重價珠子的比喻。44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，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，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這塊地。45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了。46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詳細查經馬太福音13章44至46節，藏在地裏的寶貝和重價珠子的比喻。44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，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，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這塊地。45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了。46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這兩個比喻是講同一個信息。天國值得門徒放下一切來跟從基督，放下次好的，以致他們能得到生命中的至寶。在基督第二次降臨時，罪得赦免，得着復活身體，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輔助基督管治萬國萬邦1000年，並在1000年後進入新伊甸園、新天新地。引述啟示6章20節5至6節，5這是頭一次的復活，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，直等那1000年完了。6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，聖潔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，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查經馬太福音13章47至52節，撒網的比喻和家主新舊東西的比喻。47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裏，聚攏各樣水族。48網記滿了，人就拉上岸來，坐下，揀好的收在器具裏，將不好的丟棄了。49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。天使要出來，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了。50丟在火爐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。51耶穌說：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？他們說：我們明白了。52他說：凡民是受教作天國的門徒，就像一個家主，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。詳細查經馬太福音13章47至52節，撒網的比喻和家主新舊東西的比喻。47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裏，聚攏各樣水族。48網記滿了，人就拉上岸來，坐下，揀好的收在器具裏，將不好的丟棄了。撒網的比喻描述了基督第二次降臨時，
天國正式完全實踐的時候，也是真假基督門徒，就是上期分享的天國之子麥子和撒旦之子稗子，是他們聚攏和分開的結局時間點。49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，天使要出來，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了。50丟在火爐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。基督第一次降臨，基督的恩典固然吸引了許多人，只好討來跟從耶穌，就如上面的門徒和眾人。可是到了最後，好討因着他們漠視對基督真道的信從與否，最後分別成長成為好種麥子和壞種稗子。世界的末了，就是基督第二次降臨時，在審判中被天使分開。基督在稗子和麥子比喻中定義新約中的義人，是指按基督真道成長，就是愛神、遵行天父命令、基督親自教導、記錄在4卷福音書內的一切，效法基督的天國之子麥子基督徒。而天使會像惡人，就是撒旦之子稗子基督徒，從基督的田中教會中分別出來，丟在火爐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，只被丟在永恆的火湖裏。51耶穌說：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？他們說：我們明白了。52他說：凡民是受教作天國的門徒，就像一個家主，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。家主新舊東西的比喻，是第13章有關天國的比喻的總結。我們明白了。當時基督身邊的門徒都明白耶穌所教導的這一切的話，包括了第13章內所有的比喻。文士是當時抄錄聖經、教導律法為職業的人。凡民是受教作天國的門徒，指那些聽了天國道理而悔改歸向神，成為門徒的文士，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。指這類門徒應像家主與主一樣，能夠像使徒保羅一樣，貫通舊約的教導和耶穌所教導的，將創世記22章18節舊約中預言萬國會因亞伯拉罕得福的福音，和耶利米書31章31節預言因着以色列人對神的失信，神會與以色列人另立新約，並藉着基督親自啟示的新約，一同帶給神家的人。屬靈思考：馬太福音13章51節，耶穌說：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？他們說：我們明白了。當時基督身邊的門徒都明白耶穌所教導的，但今時今日基督徒又是否明白呢？可以說，絕大部分現今的基督徒是不明白的。現今基督徒所接受教育和領受的福音是天堂的福音，而不是基督帶來的天國的福音。下期分享：正如耶穌基督和保羅在2000年前先後預言，馬太福音12章45節，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。指新約子民會如同舊約中的以色列民一樣，背棄神，不遵行神旨意。提摩太後書4章3至4節，3因為時候要到，
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。指基督親自傳講的真道，就是記錄在4卷福音書內的一切教導。耳朵發癢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只按講員和聽道者的個人喜好，增添好些師傅，只取代屬靈的唯一師尊基督。馬太福音23章10節。4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渺的言語，只按人意的聰明智慧論述。所以未繼續查考第14章前，在以下先弄清楚基督親自教導門徒中心的必要性。猶太人的信仰問題。以色列人在信仰上時好時壞，但壞的時間，不聽從神的時間佔大部分。耶穌時代的猶太人、以色列人仍然是信神，並且已有400多年沒有拜偶像和拜假神，但為何神仍然宣告應當悔改？因為他們信仰上一直缺乏神要求的忠信4102 faith， 像亞伯拉罕一樣的忠信4102 faith。當神容忍的時間滿了，便按舊約預言廢除和他們所立的西乃山之約，另立新約。引述耶利米書31章31節，耶和華說：日子將到，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。所以，像亞伯拉罕一樣的忠信4102 faith 才是討神喜悅、最終能稱義、進入天國的唯一途徑。若基督徒只有相信、信靠，而沒對神命令基督親自教導的一切作出忠信4102 faith 的回應，那就和耶穌時代沒有忠信4102 faith 的猶太人信仰是沒有分別的。引述馬太福音7章21節：凡稱呼我主啊，主啊的人，不能都進天國，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進去。在以下，我加入了路加福音不義的管家的比喻。這個比喻是基督說完3個呼召悔改歸向神的比喻後，立刻轉身向身邊的門徒說了另一個比喻，警告基督徒要知道忠心回應基督所吩咐的重要性。查經路加福音16章1至16節是關乎對神忠心的教導。神喜悅的義。耶穌又對門徒說：有一個財主的管家，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，而主人叫他來，對他說：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？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裏說：主人辭我，不用我再作管家，我將來做什麼？鋤地呢？武力？討飯呢？怕羞？我知道怎麼行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。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，一個一個地叫了來，問頭一個說：你欠我主人多少？祿他說100油。管家說：拿你的賬，快坐下，寫50。7又問一個說：你欠多少？他說100石麥子。管家說：拿你的賬，寫80。8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，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9我又告訴你們，
要藉着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，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。十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也不義。11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，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？12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，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？13一個僕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瑪門。14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，他們聽見這一切話，就嗤笑耶穌。15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，你們的心，神卻知道，因為人所尊貴的，是神看為可憎惡的。16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，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人人努力要進去。17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。詳細查經。路加福音16章1至16節。耶穌又對門徒說：有一個財主的管家，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，二主人叫他來，對他說：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？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。是指耶穌繼前面3則談及神喜悅人悔改歸向神的比喻，分別是尋找一隻失羊的故事，尋找一塊失落的錢的比喻，浪子回頭。說這3個比喻時，當時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和門徒都聽見的。又對門徒說：是耶穌親自教導門徒，就是他身邊跟從的人，教導他們對神忠心，是真正回轉歸向神的重點。財主，直譯富有的人。下文稱這人是債主。猶太人常常不守律法，用高息借貸賺取金錢，欺壓窮乏者。管家，是一名僱工，在這個比喻中擔任代財主處理借貸的業務。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，經文沒有交代所說是否屬實，管家也沒有為自己辯護。所經管的，只管理的帳目。隨後一句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，表明主人已決定辭掉這個管家。那管家心裏說：主人辭我，不用我再作管家，我將來做什麼？鋤地呢？武力？討飯呢？怕羞？我知道怎麼行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。管家知道主人要辭退他後，便急忙去為自己的將來鋪路。我將來做什麼？意思是，我怎麼辦呢？是人在危機中的正常反應。鋤地，可指耕田、建築和修路掘地之類的工作。討飯，是乞丐謀生之法。怕羞，指感覺羞恥。在相對富足的生活中，管家絕對不能接受行乞，向人討飯。我知道怎麼行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。我知道怎麼行。管家靈機一觸，想通了辦法，目的是要建立關係，令到日後有人會接待他。
五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，一個一個地叫了來，問頭一個說：你欠我主人多少？六他說100簍。管家說：拿你的賬，快坐下，寫50。七又問一個說：你欠多少？他說100石麥子。管家說：拿你的賬，寫80。你欠我主人多少？原則上，管家應該知道對方欠主人多少，但他這一問，可能管家真的處理主人賬目上是有點管理不善，造成被指責，浪費主人的財物。100簍是4500公升，100石是40000公升，可見管家是選擇和大戶建立關係。八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，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猶太式經家認為管家減去的是高過律法指定的利息和自己的佣金，是合乎律法，所以主人也奈他不了。但這些不是比喻的重點，要和神建立關係，為自己的將來鋪路，最終得進入天國，才是這比喻的教導主題。誇獎做事聰明，是讚賞管家在危機中懂得為自己打算。經文中，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因為不是指着財主對管家的誇獎而說，而是指着耶穌這個比喻的重點而說。耶穌開始解釋這個比喻的教導。耶穌指出，今世之子指生活在私慾世界中的人，光明之子指選擇順從上帝的人，在世事之上指在私慾世界中的處理方法，較更加聰明指相對，光明之子處理信仰上與神的關係和安排上。9我又告訴你們，要藉着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，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。我又承接上句，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耶穌繼續教導門徒，要是耶穌對門徒的命令。不義的錢財指今世的錢財，泛指一切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。結交朋友，人要作出捨棄，要討神喜悅，去為未來打算而預先建立關係。按下句，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。所以朋友是指神，永存的帳幕指基督第二次降臨，神國的實現。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，指末日審判時，神必紀念那些藉着忠信和神建立關係的人。引述羅馬書3章25節，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，是憑着耶穌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正確翻譯是忠信，要顯明神的義。指神是公義，有罪必罰，但神在末日審判時，赦免忠信的人的罪。神仍然是公義，因為罪的刑罰已由基督代贖。十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4103 faithful， 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也不義。耶穌開始進入教導的主題中心，最小和最大
是使命上相對的重要性。現在作門徒是小事，將來作皇家祭司是大事。忠心和2，只合神心意與否，是神衡量基督徒的標準。11，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，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？12，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，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？這裏耶穌開始談及今世所暫時擁有的和將來天國降臨時永恆得着的。要理解這兩句經文，首先要明白後面兩句。誰還把的是什麼？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？將來神給真正基督門徒，是本來應該屬基督徒的天國國度。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？指將來基督第二次降臨時，真正的基督門徒會罪得赦免，被稱義，被宣告無罪。神賜給他們和基督復活時一樣的身體，成為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也會得着祭司應得到的份，輔助基督管治萬國萬邦。引述啟示錄20章6節，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，聖潔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，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重點是，現在對基督不忠心，莫是不遵行基督吩咐的大使命作門徒，神看為不忠和不義，不合神心意。現在不忠心作基督門徒，將來作祭司時，一定不會對基督忠心。基督是不會接納和託付這些基督徒進入天國作皇家祭司。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，在這個今世之子的世代，就是神看為錯誤的物質和私慾的世界，是一個不屬基督徒的國度。在這期間，神早已藉基督頒下作門徒大使命，是招聚對神忠信4102肺的人，就是羅馬書8章28至30節。提及神揀選和預定的人，是愛神、遵行神旨意、效法基督的真正門徒，招聚他們作基督門徒，作天國的預備役祭司。若現在對神的命令，在自己沒有特權情況下，也不聽從神的吩咐，將來如何能配得作神和基督的皇家祭司？現在不忠心，不聽從神吩咐，將來有特權情況下，還會聽從基督和神吩咐，按基督的旨意，輔助基督作王1000年嗎？13，一個僕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瑪門。按活傳新約希臘文解經，路加福音 P444 解釋，瑪門是由希伯來文音譯成希臘文，再音譯成中文的瑪門。這個用詞沒有出現在舊約聖經，但在死海古卷出土的其他文獻中經常出現。瑪門一詞字根和字幹是堅定、信靠，所以瑪門是有一個人所信靠之物的含義，例如追求金錢、才幹、社會地位等等，更適合解釋這句經文。僕人原文家庭的成員，特指家裏的僕人。侍奉原意作奴僕。
只要聽從主人的吩咐。從原文意思是堅持於、忠實於、輕一詞由向下和思想複合而成，指藐視、看輕的意思。從和輕都是指向僕人對主人吩咐的態度。14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，他們聽見這一切話，就嗤笑耶穌。嗤笑指翹起鼻子，嗤之以鼻，是表現出輕視的態度。15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，你們的心，神卻知道，因為人所尊貴的，是神看為可憎惡的。耶穌轉過來，對在場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，他們是真心跟從上帝，並沒有拜假神，但他們信仰上沒有對神忠心，沒有遵行神的旨意。耶穌將教導指向他們。你們是指當時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，自稱為義，信仰上自己以為是義，是敬虔的，是合神心意的。你們的心，神卻知道，神是看人的內心，人所尊貴的，外表假裝敬虔的，但神看為可憎惡的。憎惡指因惡臭而令人作嘔的污物，這個字經常用來指與偶像崇拜有關的。法利賽人聽從自己的遺傳和教導，取代和廢了神的誡命。引述馬太福音15章6節，這就是你們法利賽人藉着遺傳廢了神的誡命。引述馬太福音15章9節，他們指法利賽人將人的吩咐，就是按人的意念當作道理，取代神國的真道去教人，所以拜我基督和神也是枉然。舊約中的掃羅王聽從人和聽從自己的聰明智慧，不聽從神，最後神定他頑梗背逆的罪，與拜假神和拜偶像同罪。引述撒母耳記上15章22至23節，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？聽命勝於獻祭，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背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，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。當日的法利賽人宗教領袖，並沒有從舊約中的亞當、夏娃和掃羅王的屬靈錯誤中學習，就是錯誤地聽從人和聽從自己的聰明智慧，不聽從神。法利賽人用自己的律法取代神的話語。同樣地，今日的宗教領袖和基督徒群體，並沒有從舊約中的亞當、夏娃和掃羅王、法利賽人的屬靈錯誤中學習，就是錯誤地聽從人和聽從自己的聰明智慧，不聽從神。用人的聰明智慧論述的神學，取代了新約基督的道。基督信仰變成有基督之名，無基督親自教導的真理為信仰磐石，信仰上改為用人的聰明智慧神學論述和個人信仰經歷和見證為本，完全取代了基督在4卷福音書內按天父命令基督要親自教導的一切真理。現在廣泛傳播的是天堂的福音，而不是天國的福音。下期分享。這正正應驗了保羅在2000年前的警告。引述
提摩太後書4章3至4節。因為時候要到，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耳朵發癢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按人的喜愛，增添好些師傅，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渺的言語。引述加拉太書1章6至7節。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，去從別的福音。那並不是福音，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引述哥林多後書4章4節。此等不信之人，扭曲真道的人，被這世界的神、假神、假基督、假信仰背後的撒旦弄瞎了心眼。16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，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人人努力要進去。17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。律法和先知是舊約聖經的總稱。約翰為止是概括整個舊約，直到施洗約翰退出歷史舞台為止。耶穌將舊約畫上完結句號，從此宣告新約時代的開始。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指舊約神對亞伯拉罕預言，萬國都因他的後裔得福的福音。人人努力要進去。原來意思是天國受暴力阻攔，撒旦和他的跟從者、假先知、假教師和屬世君王會竭力阻攔天國的擴張。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。舊約律法因着以色列人失信而被廢，由基督親自頒下的道取代，新約會成全舊約律法的一切。保羅所說的因忠信4102 faith 稱義，正是不義的管家比喻的教導核心，要對主忠心，而忠心的對象是基督，是要忠心回應基督的一切話語。引述羅馬書2章13節，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，乃是行律法的稱義。保羅指出舊約中不是聽律法的為義，乃是行律法的稱義。新約是由基督的真道取代舊約律法，所以新約時代再行舊約律法是不能稱義的。而且歷史已證明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失敗。引述帖撒羅尼迦前書1章3節。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不住地紀念你們因信心，正確翻譯是忠信所做的功夫，因愛心所受的勞苦，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新約中能稱義的忠信4102，要有功夫 work 行為，就是聽基督的道和遵行基督的道，才能稱義。任何沒有基督話語為依據所作出的任何信仰回應，都與能稱義的忠信4102 faith 無關。大家不要誤解保羅在羅馬書中指出不能靠行律法稱義，因此基督徒便不需要遵行基督的道。羅馬書中保羅遇上堅持直行律法稱義的基督徒，保羅指出他們是想靠行為稱義是行不通，因為在直行律法稱義是他們個人信仰意念的行為，與稱義無關。舊約和律法因着以色列人失信而被廢，再遵行舊約律法稱義已經是不可能，在救恩上已經失效。舊約以色列人已證明他們的失敗，而且法利賽人已更改了神的律法，他們說的律法已偏離摩西的律法。新約時代降臨，
基督頒下的真道，完全取代舊約律法，成為可稱義的基督信仰磐石。引述馬太福音15章6節，這就是你們法利賽人藉着遺傳廢了神的誡命。引述馬太福音15章9節，他們法利賽人將人的吩咐按人的意念當作道理，取代神國的真道，教人，所以拜我基督神也是枉然。屬靈思考，馬太福音7章24至27節，24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，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25雨淋，水沖，風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總不倒塌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26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，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。27雨淋，水沖，風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並且倒塌得很大。今日基督教信仰普遍出現，以基督為名，無基督親自教導的真道為實，以人的聰明智慧神學論述和個人見證和經歷分享為本的假基督信仰。沒有基督的道，就是基督在4卷福音書內親自教導的一切作為基督信仰的磐石。靠人的血氣、熱誠和像亞當和夏娃一樣的智慧論述，真的能敵擋世界的神撒旦的迷惑嗎？第13章正是基督親自警告門徒要注意這點。預告：天堂的福音和天國的福音有何分別？馬太福音13章53節至14章36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8。為方便閱讀相關單元，你可以選擇不同嘅播放清單，請按咗下角黃色嘅標誌。按播放清單。播放清單分類：基礎單元01至04，一次得救永遠失救的福音，係聖經啟示關於屬靈世界真實嘅一面。神嘅計劃係如何揀選、預定、赦罪並稱人為義。撒旦計劃如何迷惑同埋破壞。適合深度研讀聖經者。基礎單元05至11，真正的信仰、真正的信心。4102 Faith 係聖經啟示嘅真正基督信仰，真正能進入天國嘅信心。4102 Faith 應該係點樣？適合中度研讀聖經者。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0，係按基督吩咐嘅大使命，查考4卷福音書，基督親自教導嘅一切。首卷查考嘅係馬太福音，先求他的國、他的義，辨別真假信仰。適合水禮後嘅研讀聖經者。由於所有單元都係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，以聖經解釋聖經嘅原則，係以正確解讀神頒下嘅話語為學習目的。同一般靈修式嘅個人分享唔同，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，選擇適當嘅清單，並按自己嘅理解能力，需要時重溫。單元一般係40分鐘，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，自己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，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語、神嘅心意，作討神喜悅嘅門徒。選擇喜愛嘅播放清單。馬太福音大綱分為12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敘述呢位天國嘅宣告者彌賽亞基督1至4章。第二部分，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。登山寶訓5至7章。第三部分，歷史敘述。神蹟篇8至9章。第四部分，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。
差遣篇10章第5部分。歷史敘述。拒絕耶穌係彌賽亞嘅事實同後果11至12章第6部分。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。天國嘅8個比喻13章第7部分。歷史敘述。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嘅衝突，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嘅信心14至17章第8部分。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。天國群體嘅規則18章第9部分。歷史敘述。耶穌從加利利回耶路撒冷路上所遇見嘅事件和教導19至20章第10部分。歷史敘述。耶穌在耶路撒冷嘅侍奉和教導21至22章第11部分。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。論末世及末期嘅預言和審判23至25章第12部分。歷史敘述。彌賽亞王被釘死、復活及差遣26至28章